hand to hand. We're living lifetimes, prime time forever. Hand to hand, day or night, it's always now or never. We're together, prime time forever. 節目開始之前，提大家，呢度係同中意睇 TVB 嘅朋友一齊分享嘅。唔中意 TVB 嘅話，呢一度唔啱你，唔好嘥時間啦。唱反調嘅用戶同埋留言一律刪除拉黑，留言注意事項嚴禁爆粗。台慶劇《新聞女王2》氣勢如虹啊！開播一個禮拜咧，成功進佔啊各大傳媒嘅視線，成功製造埋咧好多個話題添啊！有啲專黑 TVB 嘅網媒咧，仲甚至乎玩到啊，將《新聞女王2》嘅回憶畫面咧，同第一季《新聞女王》做個比較啊，就話呢一輯咧，哇，tune 到啲色咧白晒，唔知搞咩啊，都呃到唔少人噶，開心咗一陣噶。其實咧，第二輯啊，就係將一啲回憶畫面刻意咧係 tune 到白啲嘅，等啲觀眾一睇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分到啦。估唔到咧咁樣都可以俾人包一包之後咧，呃咗唔少人喎。新聞女王2另一個話題咧，上一集同大家分享過啦，就係廣告多到不得了啊！每一節中間嘅廣告時間咧，佘詩曼個人單挑嘅廣告都有幾個，其中嘅部分咧更加喺 TVB 以外嘅電視台度播放啊！唔知算唔算係將 Man 姐以另一個形式咧進駐其他電視台呢？咁至於劇入面嘅植入式廣告咧，哇，幾乎未停過啦！唔同品牌嘅友好啦，同一個品牌唔同嘅 product 咧都有添啊！不過咧，最大開眼界嘅，相信就係獅子銀行嘅廣告啦。獅子銀行咧響第一季嘅新聞女王就已經借用咗 Man 姐嘅形象啊，拍過一輯嘅廣告噶啦。當時喺東張西望咧，甚至以一個專題嘅形式播放添啊。今年咧2025年嘅香港卓越傳媒大獎 TVB 同埋合作嘅客戶咧，包括埋獅子銀行 Man 姐呢一輯廣告咧，一共係攞咗咧11項嘅殊榮啊，包括係4金5銀同埋2銅啊，更加首次係勇奪年度最佳傳媒大獎，成為全場焦點。新聞女王2直頭係再下一城啊！第5集裏面咧，獅子銀行咧，哇，竟然啊罕有地啊借出佢哋嘅 office 咧實景拍攝啊，咁俾面嗱，其實咧都係一系列咧，應該係完整地咧一套嘅廣告套餐嘅贊助同埋製作嚟嘅。獅子銀行今次係其中一個廣告大客，首播記者會咧就係喺獅子銀行嘅總行舉行啦。與其話借出辦公室嚟拍攝啦，不如話係廣告同埋製作一條龍嘅套餐啊。因為劇情講到咧，公開平台咧就得到企業家戴安娜啦、蔣祖曼啊嘅基金啦，而戴安娜嘅 office 啊同阿 Man 姐見面嘅地方咧就係喺獅子銀行裏面取景嘅啦。嗰段古仔播出之後嘅廣告時間咧，哇，犀利！正咧就係獅子銀行新廣告咧去接棒啦。同樣地出現翻啱啱嗰幕嘅獅子銀行嘅 office 啊，仲要係咧同時段啊播咗2個版本上下集串連埋一齊嘅，由戴祖儀飾演獅子銀行嘅職員啊，同戴安娜啦、Man 姐啦、劉艷啊去介紹銀行嘅服務，哇！直頭咧係完美將新聞女王2嘅劇情啊延續開去，成為廣告嘅內容啊！有咁大筆錢交俾邊間銀行好呢？梗係交俾獅子銀行啦！為咗令目標觀眾更加投入，更有親歷其境嘅感受呢，有乜嘢係好過喺總公司嘅 office 嗰度取景嘅呢？拍攝場地呢，就係喺獅子銀行嘅總行大廈41樓嘅 Turner Room 裏面啦。呢一個係紀念匯豐大班Michael Turner 而命名嘅豪華大廳嚟㗎，勁到咧係俾一班嘅曾經到訪嘅貴賓係形容咧，係彷彿企喺巨人嘅肩膊上面添啊，係勁嘅。咁至於戴祖儀咧，佢另外咧仲有一個獅子銀行嘅廣告㗎。飛天爺爺咧都幾有信心，今次獅子銀行同新聞女王2嘅合作咧，下一年嘅2026香港卓越傳媒大獎咧，應該都有獎落袋啦啩。
嗱，尋晚咧，我喺娛樂滿天飛嗰邊咧就出咗一集啦，就分享咗咧新聞女王2啊喺內地平台咧喂又有佳績啦，橫掃優酷劇集熱度榜等等嘅內地9大榜嘅第1位啊！咁啊，以上種種嘅成果、種種嘅成績表咧，其實都係一次嘅啟發嚟嘅。今次廣告上咁成功、咁誇張，仲可以同獅子銀行玩到咁大咧，其實都係因為合拍劇嘅關係啊！嗱，試諗下啦，當你有更大嘅資源啦，能夠拍出更加精美又更加好睇嘅作品咧，有更大嘅市場空間，廣告客戶先至會睇得起你啊，先至肯咧喺呢一套劇入面咧投放廣告噶，甚至乎同你合作打造更大型啦，延續更大空間平台嘅廣告套餐添。嗱，飛天爺爺咧，即係有時都會諗嘅，合拍劇資源上面咧係大咗好多嘅，可以令到更加多嘅藝人有公開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缺點係咧，喂，硬係覺得咧唔夠100% 香港，嗰隻香港味好似硬係仲爭少少。點解咧？我選擇睇 TVB 咧，就係想睇有香港味道嘅作品啊。嗱，雖然你話俾我知咧個故事背景係喺香港嘅，咁但係取景方面咧，喂，好多時又真係咧有啲難度去說服到我。嗱，呢樣嘢咧我係明嘅，即係以前咧 X-File 啊話就話喺美國啦，但係其實喺加拿大嚟噶嘛。Sex and the City 啦話就話喺紐約啦，但係其實係廠景嚟噶嘛。呢啲嘢我完全製作上嘅嘢咧我係明嘅，咁但係硬係覺得好似仲可以再好啲咁樣咯。但係今次咧，正正就係因為合拍劇啦，因為除咗有香港之外啦，哇，仲可以咧更快啦、更直接啦，去接觸到更大嘅市場啊！獅子銀行啊，先至肯同你玩咁大噶。嗱，你幾時見過獅子銀行嘅總行 office 啊？你幾時見過有港劇入到去 Turner Room 度取景噶？你幾時見過有一幕哇由 Turner Room 度望出去嘅香港咧？合拍劇觀景上面有時咧真係剝削咗香港嘅味道嘅，咁但係原來合拍劇咧都可以增進咧過去我哋未曾見過香港嘅另一個面貌添。另一個除咗係啟發啊，都係一個鐵證啦，都係個印證嚟嘅，甚至乎打咗巴添啊！嗱，呢幾年咧 TVB 俾一班人抹黑啦 ，TVB 嘅觀眾都係低下階層啦，都係老人家啦，都係冇消費能力嘅，簡單啲，全部都係死窮鬼嚟嘅。隔離台咧，哇，都係中產階級啦，高消費高收入啦，人中之龍啦。今時今日我仲見到有人話香港咧係冇人睇 TVB， 呢個口號咧話依家咧吹到上去小紅書添㗎啦。咁點解啦？獅子銀行唔同隔離台有咁嘅合作呢？套套神劇點解唔植入隔離嘅神劇做高端客戶嘅生意，偏偏揀 TVB 呢？點解係 Man 姐唔係隔離世一呢？嗱，我間唔中咧都會轉下台啊，睇下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啊嘛。隔離係咪真係咁多廣告，好似佢班打手講到咁勁呢？並不是，甚至乎咧係越嚟越少添啊。TVB 全部都係嗰啲咩啊藥油啊成藥廣告係咪 ？Sorry 啊，隔離台我一樣見到有成藥，一樣見到有藥油廣告嘅，仲有佢老闆自己嘅廣告啦。選秀節目嚟嚟去去咧都係自己電視台嘅廣告啊，連贊助髮型屋都有啊。餐咯，嗰啲植入式廣告呢，都係啲外賣啊、老麥咯。講到個個都風生水起啦，咪又係叫外賣，咪又係食老麥。尋日翡翠台因為要撐港隊啦，《愛回家之開心速遞》臨時抽起咗啦。哇！有啲網媒咧吹到咧，好似《愛回家》咧永遠消失天與地一樣啊！隔離呢一個禮拜咧，日日啊由朝頭早開始咧就已經係全運會㗎啦。每一日啊都抽起8至15個小時原有嘅節目啊，真正咧係全運會啊！嗱，抽起咁多節目咧都冇人關心，冇人着緊嘅，有人睇又點會冇人理呢？所以咧，今次新聞女王2係一個實實在在嘅印證嚟嘅。有班人咧搞人哋嘅廣告客戶搞咗咁多年啦，嗱，依家成績表就出咗嚟啦，大家睇到啦。